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Ranasell 全球首席 Christine。所有通過我哋買咗嘅鑽石療程咧 ，Christine 都會要求大家咧第一次種鑽石嘅時候，必須嚟我哋嘅門市咧，由我親自手把手教大家點樣正確種鑽石嘅。而之後咧 ，Christine 都會親自跟進大家成個嘅進展嘅，因為我哋知道每個人嘅皮膚嘅狀態啊，同埋佢哋嘅要求啊，同埋嘅問題都會唔同嘅。我會用我超過20年嘅美容經驗咧，去盡量幫大家嘅。咁另外咧，種鑽石其中咧一個功效咧，就係將我哋皮膚底層一啲唔好嘅物質啦，包括我哋黑色素啦，或者一啲以前用咗唔好嘅護膚品殘留咗嘅毒素咧，我哋會將佢排放出嚟嘅。咁而排放嘅過程裏面咧，有機會引起紅啊、腫啊、痕啊，甚至乎生粒粒嘅，我哋叫呢啲叫好轉反應。如果遇上呢啲情況嘅話咧，佢先都會教大家咧點樣去舒緩到呢啲嘅不適感覺啦，同埋可以加快我哋嘅代謝咧，將呢一啲問題咧盡快解決嘅。呢個就係佢先對大家嘅承諾嚟嘅。咁如果而家開始咧，大家有興趣咧一齊加入我哋嘅鑽石大家庭嘅話咧，你哋可以嚟揾我，通過我哋咧成為韓國官網會員嘅，因為呢個係最平嘅方法可以買到產品。而即時登記嘅話咧，我哋仲會送一個50ml 嘅限量版多肽水俾大家嘅。咁如果有咩問題嘅話，歡迎大家 WhatsApp 52257000 52257000。我係 Ranasell 全球首席 Christine。